有一種反轉嘅空頭形態，係我炒股咗10多年啦，見到佢都走夾唔唞嘅。啱入市嘅時候，我都曾經揦過一次嘢，令我個賬戶大蝕咗30幾個%啊！今日就同各位老友記一齊傾下呢一種危險嘅信號，叫做空頭拋妻棄子 K 線形態，睇下你係咪都喺呢種走勢上面蝕過底？各位老友記睇下呢一隻股票，呢個位置跳空高開出現一條大陽線，然後第二日出現一條跳空嘅唔算標準嘅十字星形態，呢個係我哋今日主題嘅第一個信號，但係並唔能夠講明乜嘢，只能話股價去到呢個位置，有人認同繼續掃貨，有人唔認同喺高位出貨。呢個十字星嘅上影線同埋下影線，佢哋越長就代表波動得越勁。就算升勢好但係喺跳空高開、股價升高嘅情況下，就代表買盤越弱，賣盤越強，係多空博弈、勢均力敵、難分勝負嘅局面。咁既然難分勝負，第二日多空雙方就肯定會繼續咬手瓜啦。好啦，嚟到第二日第二個回合，走出一條跳空低開，直接走低嘅大陰線。呢個時候仲要注意一點，佢係跌破咗前面大陽線嘅最低點，睇嚟空頭係來勢洶洶啊！一陰定生死，大陰線嘅出現，證明空頭經過博弈之後係佔咗上風。所以如果你係大陽線追升買入嘅，同埋十字星追高買入嘅，全部都係蝕錢嘅。所以呢個時候你一係就止損投降，一係就加入空軍嘅陣營。仲有最重要嘅一點，前面呢條十字星成交量係放出咗巨量嘅，亦即係意味住多頭喺呢個位置捱咗一刀，削弱咗多頭嘅力量，增強咗空頭嘅勢力。而呢三條 K 線形態就構成咗一個經典嘅多轉空、空頭拋妻棄子嘅逆 K 線形態。上面呢條十字星高高掛起，就好似話俾你聽，如果你再唔走佬你就真係冇機會啦。可以睇到呢隻股票後面回調咗差唔多50個%，係咪睇到都心寒啊？今日同各位老友記傾嘅呢種反轉空頭形態，稱之為空頭拋妻棄子 K 線形態。空頭老婆仔女都唔要啦，搏命走佬，你唔走等乜嘢啊？佢亦都係我之前蝕過錢、踩過坑得出嚟嘅經驗之談。下次再見到呢種走勢嘅形態記得打醒12分精神啊！